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所以我来都开始因为现在是弟兄们唱几首歌，我们再让大家来体会一下我们施工老师批的幸福的点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其实人与人之间，希望大家注意，你们不要看上面，看我，看我，看我的，我快要下课，真的快下课。所以一个人人与人之间的其实就是镜子。你对着镜子笑，里面的影子一定会笑，不可能哭要赶快跑，对不对？你不可能就说我对着镜子笑，里面的影子竟然是哭的，把三个狗头，你还在问他放在前面的套餐呢？你希望别人对你笑，你要先对别人笑，所以永远就是要正面的主动付出。你要怎么收获，你就要怎么采；你要获得幸福，你就是一定要去付出。幸福是别懂得珍惜的人，我们要珍惜我们四周围所有的资源。你现在缺少什么？我希望你们注意哦，你现在缺少什么，你就是给别人什么。你永远给别人你现在当下最需要的。这一个道理你要听得懂，要悟出来我在讲什么。我在讲什么？这是后学讲课讲的那么多人，突然间体会出来。永远给别人你自己当下最需要的。当然，你给别人你现在当下最需要，也是别人最需要的。比如说你现在很寂寞，你就要给别人什么关怀？你迫切的需要别人关怀你，你就先给别人什么关怀？你迫切需要爱，你就给别人什么？了解？这样说啊，想到了，我现在迫切需要钱，很迫切，你就给别人钱，就是给别人钱。你知道你为什么现在迫切需要钱？你现在比别人更没有钱吗？我们少了故事，你少了以前的耕耘、跟播种、跟付出，所以你现在呈现出来，你当然是比别人更没有钱了。那我现在往后为了要有钱，你现在不赶快布施，更待何时？你有100块，你破4、50块嘛，老天的都靠你1半，感动嘛。这100块对一个呢，那么上亿的人来讲是难山的，可是对你只拥有100块钱的人，你竟然付出了80块，你感人呢。老天最知道你目前拥有多少。别人呢接受你帮忙的人还不知道你只有100块，而你竟然把100块给他。可是老天知道，他马上就从旁边拨给你，给你1000倍、10000倍，因为你感动上天。道理太简单了嘛！你现在就是在人世间的道理，你稍微去用一下嘛。你平时就是对奶奶，你平时对妈妈就是很好。就好像我们平时对老天，你就听话，你就照办，存天理，存良心，天理良心，你就天良心。那上天拢做爱你，对吧？这是天的孩子，老天的乖儿子。所以你平时对妈妈都孝顺，你平时对奶奶都孝顺。母亲节到了，回到了奶奶的家了，妈妈带着载着奶奶哦，母亲节快乐哦！越来越幸福，越快乐，祝福奶奶身体健康，母亲节快乐哦！奶奶哦，怎么回事哦？你怎么越来越年轻呢？你怎么那么漂亮呢？你的皮肤又咪咪白泡泡的，心情轻轻的膀胱口水不？你怎么比妈妈还年轻呢？奶奶听了会怎么样？哇，笑歪了，你知道吗？来，我最乖的孙女，快，奶奶明白疼你哦，优秀，你妈妈生得好哦，真的很会生哦，乖，这里6000块拿出来。
这是你爸爸刚给我的母亲节礼物，叫他都给一些，我才可以给你更多。你需要跟奶奶说，奶奶呀，我无钱呀，我欠钱而已。平常时拢无卡你朋友互我，但係欠錢才嚟互，奶呀。平时都没有帮我按摩，缺少钱人家都来了。平时就要表现好了，到最后面的老天都疼你，老天都疼你，你不需要求什么，老天自然知道你后最需要什么，给你，了解了吗？好了，把它播放。幸福有没有在我身边？怎么一直看不见？幸福有没有在你那边？看他的脸，家里已经找了好多遍，只有他的房间。他说幸福就在镜子里。就是我快乐的脸。老师说，如果离我能够少一点，快乐就会多一些。爱情就给我们的资源，随时记在心里面。我有善良礼貌的双眼，发现大家幸福的脸。这就是对别人笑，别人就会对你笑。为什么就是在镜子里面？人与人之间，其实包括你的孩子，都是你的投影，尽量表现好的。家里已经找了好多遍，只有房间，爸爸说幸福就在镜子里，他就是我快乐的脸。老师说，如果离我能够少一点，快乐就会多一些。爱情就给我们的资源，随时记在心里面。我有善良礼貌的双眼，发现大家幸福的脸。如果离我能够少一点，快乐就会多一些。爱情就给我们的资源，随时记在心里面。我有善良礼貌的双眼，发现大家幸福的脸。其实听他拉也很舒服，因为时间关系，就请他休息。我们用善良礼貌的双眼嘛，为什么你就可以看到的是周围幸福的脸？这就是爱人者什么？本身就是善良礼貌嘛。你就是这样子对外就是付出的，当然你会看到四周围因为你的关系，他幸福了。所以幸福是不懂得珍惜，跟着我念，只看拥有，只看拥有，不看没有，不看没有。我们拥有的太多了，可是我们人为什么会烦恼？因为只看没有，不看拥有。拥有那么多都不看，只看自己没有的，然后跟别人斤斤计较、比较、乱较。这样子的时候，还不够智慧哦，不是聪明哦，是智慧。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提升能量。我们就是时时刻刻配合点燃师讲师们规划的班程，来这个地方微波不对，微波一次，智慧就成熟喽。卤味锅都一直控制、泡着、漏着，不出味啊！你听啊，你出来的都是到位了，讲的话人家也觉得很有味道，知道没？因为很有到位，所以听你讲话就很有味道。你心中时常的那么都存着爱心，存好心，自然天天都开心。每次存好心，自然天天都开心。感受说好话，人人爱听你讲话。所以是来说好话，人人爱听你讲话。因为你说的都是好话呀，都是在温暖别人，都是让人家感觉到正能量的呀。所以呢，我做的是这种媒体物质的，听人之乐也不他不所以斗啊。所以人家呢就喜欢跟你在一起，因为你都在说好话呀。所以呢，做好事，很多贵人与你共事。念，做好事，很多贵人与你共事，共同做事，共事。所以你要了解，做好事吧，说好话吧，存什么好心，你自然天天都开心嘛。这就是智慧。不要只为自己。我在成功大学教了27年。现在在斗六环球科技大环游地球，环保救地球，环球。我在大学已经快要38年了，在大学的教书，尤其在成功大学教了27年，退休。我时常告诉那些成功大学，不要成就自己，然后呢功成名就，这怎么叫成功呢？这个看推。成功，成就自己，功成名就。那你自己好，别人都不好，在干嘛？让他名利好，社区大家都无好，你在好啥？所以很多人都不够有智慧去判断价值观，哪有一种人的智慧，说出来就不一样。所以跟着后学练，什么叫真正的成功？跟着念哦，那是济公老师慈悲说的。成人之美，成人之美，功德圆满，功德圆满。你看，这才真正的成功。你这一辈子想要成功，就是要怎么样？成人之美，功德圆满。你没有白来人间的，你真的没白来人间的。你到最后面可以了了你的使命，你可以配合你的阅历、愿力。愿力快于业力，快于业力的追讨，你的愿力是大于业力。我跟你讲，你这一辈子真的越来越快乐，你的健康，哇，身心灵健康，这能量越来越提升，不得了喽！最后一个故事送给你，下课喽！那么快呀，刚上台就下台啦。谈到很多政治人物也这个样子，一上台就下台。不用走念了，这个都随缘自在，知道没？台下台就下台，一鞠躬高兴啊，又可以当另外一单，又可以办一些有益的事儿，是，自己把自己安排好，这样因果相称。有一个非常穷苦的农夫，但是他们呢时常行善，说好话，存好心，做好事。哎呦，快乐幸福哟，家庭和乐哟。有一天突然间听到了 help， 那是一个台湾叫做救喵。那赶快跑的闻声救。原来有一个大都会的，比如说台南市的、高雄市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来乡下骑脚踏车，很会骑哦。就到骑脚踏车，骑到水底下去了。
啊，其他事。冬天呢，水足冷的呢，救命哦，救命哦，救命哦，天啊！不会结果做给你的，然后就不想下去救了，啪，奋不顾身，救起来了，奄奄一息，最后一口气喽，赶快带回家，换干的衣服，姜汤啊，热食啊，硬是把他救活。救开了，救开了，他中第一特奖，你知道他救了谁吗？郭台铭的儿子，你知道吗？我是用比喻的，就是这个英国那个救了郭台铭孩子，就是救拜托。那个已经是1970年的事情。那个时候，孟博士救了他中第一特奖，就是救一个英国伯爵的孩子。过了不到1个礼拜啊，人家那个富翁那个伯爵啊，用马车载了他的儿子要来谢恩，知道没有？救命之恩哦！我如果痛失了爱子，我这些钱要干嘛呢？了解意思吗？没人继承啊！我的孩子要是死掉了，我富翁在负责嘛的。领先到快到领先到了，因为我囡仔死了，但是因为父母是护身，把我囡仔救起来，对吧？我要来报答。归头啦，文字，那叫做英镑，不是台币哦，因为是英国，英镑。来到了他家门前敲敲门啊，没有门你看，那是死蛋蛋。敲门啊，然后说了谢谢你，感恩你救了我的爱子，所以聊表寸心，寸心归吧。我跟你讲，这一个农夫。1块英镑都不拿，1块钱都不拿，因为他说的，我救你的孩子不是为了什么钱。世界上面的人，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人，哪有看到一个人要死掉而见死什么？所以你如果把任何的钱放在我家里面，你就是污蔑我的人格，可比你棘手，这么严重。把钱放在我家哦，就是污蔑我的人格哦。隔壁的邻居说：“他不拿，那我代收。”为什么不是我听到，是他听到呢？奇怪嘛 ，help help， 啊嘛是咧请来在咧做事，他们俩一听就我无听到呢。所以要你讲，那也不是乱说，反正是我机会你都唔知影。要是真的那个富翁没办法没辙，又再把钱又再回去。他透过了旁的007调查他的一些家庭的状况，很快了，单纯的家庭，人家都在做善事，然后他有一个孩子，读了9年的那个国民教育、基础教育，对不对？不用钱的，读完了，没有钱再读上书。因此呢，闲置在家，书读的都很好，都第一名哦。他的儿子都是第一名哦。但是孙就是无钱，都继续读册，所以富翁就来了。你看我今日拢是无带米啊，连水果我都无带哦。我今天来是为了整个英国，为了我们英国一个什么大将之才，一个国家的栋梁。所以呢，你的孩子只是因为家境的关系没办法读上去。以后你的孩子可以读多高，我就赞助多久。意思就是奖学金的，学杂费、生活费、交通费的，连看电影的我都会支持。就是娱乐会实报实销的对的，真的很会读书。既然读册免钱，都不管了。你知道他读到什么吗？全世界排名第5。你知道吗？英国伦敦圣玛利亚医学院的医学博士，你能够读到台大的医学院的博士嘛？无简单，但是台大医学院开始100名之外，但是人家是前几名的，1945年出生的吗？民国34年，1945年拿到了诺贝尔医学奖，亚历山大·佛兰尼。就是他的儿子，农夫的儿子啊，
他的爸爸就是不收富翁的钱，所以富翁就栽培他的孩子，替世界栽培了一个世界之光。你知道他研发了什么？拿到诺贝尔奖吗？青霉素。你知道他救了几万个人吗？全世界救了几万个人，是世界之光。你知道那个富翁的儿子差一点变水鬼的儿子，在他的爸爸全力照顾之下，当上了英国他有首相，叫做丘吉尔首相。Oh my God， 丘吉尔嘞，就有名，你看伊的电影你就知咯，跟希特勒在打仗，要砍拖伊的好朋友叫做罗斯福。到尾英美联军就德军共打是在怕到印输他跑到了前线谈各位弟兄不要放弃哦！为了国家，为了老百姓，为了你们的家庭，大家一起来奋战，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不要放弃！20次，不要放弃，不要放弃，话到无体力，到最后面你知道吗？逆转胜。变成了连金胜利。后尾转来了时阵呢，差不多1年多时阵呢，肺部发炎，无药通医，他有医疗团队，就像什么首相总统总理迄拢是迄个医学专家咧甲迄个，你听吗？但是阵这医疗团队就讲会歹势咯，伊都无药报告首相丘吉尔准备观察这个戏剧是谁编的？迄时阵胡乃明就研发青霉素，奄奄一息的时阵，不但救起来，所以他的爸爸还有他都救过丘吉尔。大概恁足聪明咯，讲地，知影这个故事，和哈是个故事。从我们身上付出去的，必定会回到什么？我们身上。你看看，如果说的佛乃敏的爸爸这个农夫，就收了这个富翁的钱，盖豪宅啦，买名车啦，享受啦，会有一个得诺贝尔奖的儿子吗？不会。这个儿子就跟着享受就好了，了解吗？人家有足够的地位，那叫做地位。替世界造就一个世界之光，品德才是最重要的。你看看丘吉尔的爸爸，你看多有智慧，好像会掐指一算。丘吉尔，我的儿子以后也会发言，开始栽培一个医学界的高手。那如果说的那个。农夫就不拿他的钱对吧？因为我砍掉哦，我改开掉了，那就没有栽培他的孩子一直读上去。以后他的儿子肺部发炎的时候，谁来救他？尽量做好事，尽量做善事，从我们身上出去的，必定会回到你的身上来，复制你的身上，你会立即家人万倍。了解意思吗？这叫做刘德华，留一些德性，像花一样的漂亮。不要只是在乎延长你自己的寿命，叫做延长寿，了解吗？你延长你的寿命，但是你的人生不够工人，不够有价值。那这样子有什么意思呢？祝他身体健康，心想事成，荣华大富。